各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日看到经节是以赛亚书61章，这个所在也常常伫大讲节内底来称做基台救主降生一个真重要的经节。因为伫这个经节内底，伊有讲起主耶和华的神临到我，因为耶和华用油我，互我传福音，互丧乡的人，找我医好伤心的人。伫即个中间，互人一个真深真大的期待。有可能对伫先知以赛亚来讲，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总是嘛是伊人生一个真大无共款的所在。因为先知以赛亚甲其他的真侪先知无啥共款。咱圣经内底真侪先知，毋是固样的，就是真小可的，啊无就是对家己无自信的。但是即个先知以赛亚伊非常无共，第一个伊出身贵族，第二个伊是一个真有文笔、真有才华的先知，伊是一个真有气质的。伊虽然所写的只有以赛亚书一部册，总是即个以赛亚书拢总有66章。即个以赛亚书拢总66章，有人咧讲，这已经等于是亲像包含所有新旧约上帝的应允以及上帝的拯救，拢总伫即内底。所以伊所写的即个以赛亚书，其实对着规个咱所读的圣经内底，伊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分量。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先知。但是即个先知出世，也是讲伊的时代，伊服侍的时间非常长。但是伊服侍的时代，拄啊好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两个准备一个要灭亡的时代。所以伊其实已经伫迄个中间，上帝已经甲讲，遮个国度、地面上的国度拢要过去。所以先知以赛亚基本上一部册分做3个部分：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第三以赛亚。伊拢有无共款的代表，以及要传达的信息。伊对一开始是以色列百姓讲，你着爱悔改。一直到伫国家已经亡国了后，以赛亚所讲出来是安慰的话，意思就是，虽然国家已经无去。但是上帝的拯救甲应允，要伫即个中间继续甲咱相共伫地。所以伫今仔日咱所读的以赛亚书61章，伊讲起主耶和华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我，要互我传福音，互丧乡的人，找我医好伤心的人。所以先知以赛亚伫即个中间重新。对一开始是百姓警告，一直到后来变做是安慰百姓，甲伊讲上帝的应允拢无离开。所以到伫第2节，伊阁有讲起，伊要受掠的要得到讨伐，上乖的要出家了，要报告耶和华欢喜的年，甲咱上帝报仇的。我想伫即个中间。先知以赛亚扮演一个真特别的角色，总是嘛是也因为即种的角色，真做预言主耶稣基督降生伫世间，真做人的愿望甲拯救一个真好的开头。每一个人伫咱所徛起检采的，伫咱的人生内底，拢亲像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经节。伤心的人爱我宣告，互掠的得讨伐，乖的得自由。我想真侪时，咱伫咱的人生内底，咱上爱的、需要的嘛是即种，要互迄个无法度伫咱家己环境中间来得到讨伐的，重新来看见咱的愿望，特别是伫无愿望的人的心情。即张相片是。1994年普利兹奖得奖作品，伊是小
新闻特写摄影奖。这张相片叫做《饥饿的苏丹》，这个是伊的伊的 title，《饥饿的苏丹》。伊的摄影师是凯文卡特。这个凯文卡特伊是一个南非的人。伊的爸爸妈妈拢是南非的白人。所以咱会当知影，南非伫迄个中间其实后来是曼德拉做总统，是黑人做总统，但是进前是少数的白人在统治南非，所以南非基本上有真侪真大的种族顶悬的冲突。然后这个凯文卡特，伊是一个爸爸妈妈拢是白人的中产阶级。咱伫这个相片内底，我毋知你看到啥？这个苏丹是伫非洲。所以伊咧讲起非洲伫迄当时有真侪妖恶的情形，后来世界嘛因为即张相片所有真大的反应。头前即个是一个细汉囡仔，特别枵死，足瘦，特别枵死。后壁才有一只鸟毋知影咱看到后壁迄只鸟你感觉是啥物鸟啊？后壁是一只兔鹰，伊咧等，伊咧等啥物话？等即个囡仔死。我想即张相片其实是一个非常对人性有冲突、挣扎以及打击的相片，因为这咧考验人性。一只兔鹰伫后壁，咧等头前迄个查某囡仔。枵死了兔鹰通食，所以当伊伫1993年翕到这张相片的时，伊伫94年得到普利兹奖。但是这个凯文卡特，伊得到这个普利兹奖了后2个月，伊就自杀。伊自杀的原因是因为有真侪人因为这张相片，所以批评伊。批评伊讲，你即个查某囡仔后来安怎？你伫迄个中间，你敢无去救即个查某囡仔？你伫现场，你无伫遐做啥物货吗？所以伫迄个中间，本来因为即张相片，凯文卡特想要互全世界的人知影，伫当初时的非洲苏丹。有真侪人伫迄个中间饿死，总是无拍算。即张相片，互伊得到奖了后，反倒是有真侪人用道德来指责即个凯文卡特讲，你伫迄个中间，你是安那无为着即个查某囡仔做啥物？但是事实上，若是对凯文卡特伊一生的过程来看，凯文卡特并毋是一个旋花取宠的人，伊嘛毋是因为要得到普利兹奖，所以来翕即张相片。事实上，差不多有讲起，凯文卡特是伫南非的中产阶级白人的囡仔，但是伊伫迄个中间，伊非常同情当初时南非的黑人所拄到的款待，所以即个凯文卡特其实伊几啊摆，因为替黑人来讲话，颠倒去互人排斥。这个凯文卡特为了当时候的黑人来讲话，结果反而遭受当时候的社会来指责，因为迄当时南非还阁是白人在统治。所以，这个凯文卡特其实伫伊的心内有真侪社会公义。有真侪今仔日咱伫信用顶悬所咧坚持的物件，伫伊的心内，伊一直伫迄个所在尽伊的一份力，想要互世间人知影，伫即个世界还阁有真侪无公平、无公义，需要你我伫迄个中间，三甲来尽心尽力。所以凯文卡特后来去做兵，伫南非做兵，也因为做兵，伊做了也无咧偌顺遂，就是因为。伊有甲当初时一般南非种族、种族阶层无啥共款的思想甲观念，所以其实伊
过了并无偌好。到伫伊退伍了后，伊转去到伫一个摄影工作室，转将钱换做摄影机，然后对着当初时的联合国部队去到伫非洲。啊，伫迄个中间，伊看到有真济无公平的物件，伊看到有真济无法度，互人伫迄个中间放心来接受的物件，伊全伫遐闪，啊全闪毋知安怎闪，倒闪、正闪，闪到尾仔，全互伊秘伫树仔内底，然后看见着即个景象，全伫迄个中间将即张相片翕出来，互世界人看。凯文卡特本来想要通过即张相片，要互世界人知影，伫真济看亲像互人食饱的所在，总是还阁有真济过到要死的人。非洲嘛，因为即张相片开始伫1994年，有真济慈善团体，有真济用食物要互遐个人当食饱的，会当入去到伫迄内底。所以对1994开始，有搁较济人伫迄个中间参与伫非洲救灾的活动，救迄个灾，就是要互遐个人当食饱。但是真可惜，当大家开始伫遐通过即张相片，咧看到世界还阁有是真济无公平、无好的所在时，无拍算，大家将迄个枪口对伫南非对伫非洲的邀歌转来到伫凯文卡特的身上，真济人伫迄个中间，用个人主观的批判、个人主观的批判，咧批判凯文卡特，你是安那无伫迄个中间会当做较济？其实凯文卡特有解说，我已经用我所有的水甲面包，会当尽我所做的。但是我的水甲面包会当帮咱的人只有非常有限，所以伊期待透过即张相片，互人伫迄个中间重新来唤起即个世间还阁有真济欠亏人真需要。2个月后，伊自杀。伊自杀有可能毋是因为伊心内自责，因为事实上伊已经尽伊所做的，会当伫迄个中间来做上介好的代志。伊自杀有可能是因为孤单，因为伊一个人去面对全世界对伊的指责。一直到今仔日，还阁有人在问，即个查囡仔后来安怎？事实上，到伫2017年，2017年离现在已经是2年前啦。伫2年前，还阁有人在检讨非洲对1994一直到2017将近20年的时间中间，非洲到底有啥物款的改变？非洲烧台的，还阁是咧烧台；枵死的，还阁是咧枵死。非洲饿死的查囡仔无减少，总是遐个秃鹰，大家就足贵。这问题到底是出伫凯文卡特伊所做的毋对，还是今仔日咱世间人所徛的位置，咱所思考的有偏差？这是另外一张《苹果日报》所翕的相片，咱敢看会出来，这张相片是伊咧翕啥？小可接近啊，坐桥，但是坐啥物桥？
这是神桥。神桥顶悬爱坐应该是啥？应该是爱神的宝座。我毋知影咱会感觉足奇怪的。其实台湾民间宗教内底，迄个神桥，甲咱伫旧约内底所讲起的迄个约柜，有神，有神。伊的意思，伊的来源拢真像。趣味的是，伫即张相片内底，即个神桥内底，即个神桥顶悬应该是爱空的，毋是坐人的。人光桥是光桥要互神来坐，但是即张相片趣味的是顶悬坐一个人，这毋知对你有啥物款无共款的理解？我想真特别的是，当人面对环境在改变，有时咱所想爱的，毋是改变咱家己，咱想爱改变咱的环境。有时人伫上帝面前，是要坐伫上帝的桥顶，然后向上帝讲：上帝啊，你应该爱听我的祈祷，因为我有烧香，你应该爱保庇；因为我有点灯，所以你应该互我平安；因为我有替你拍金身，所以你应该爱赏赐我搁较济。我想有真侪时，人的想法想要超越上帝。我想真侪时，人想要代替上帝来做真侪无共款的决定。我想真侪时，人高举家己，较赢高举上帝的名。所以咱坐伫迄个神桥的顶悬，想要来代替上帝。亲爱的兄弟，今仔日咱所读以赛亚书61章，其实伊在讲起上帝的神临到伫以赛亚的身上，伊要带来互人性命无共款的头发，伊要互人伫迄个伤心的中间会当重新倒转。特别伫第3节内底，伊讲起伫锡安悲哀的人用回报赏赐来代替回复。本来伫以色列中间，因若是伤心的人，因失去亲人，因伫告别式，也是听到歹消息的中间，因是趴伫涂骹，然后压涂骹的土，倒伫头壳顶，来代表心内艰苦甲伤心。总是上帝要透过以赛亚伫遐咧讲起，上帝互人的拯救甲盼望，是要用花帽。花帽，迄个花所做水的帽仔来代替恁涂骹所掠的花布，然后以上帝所赏赐的拯救，要用欢喜的油来代替悲哀，要用娱乐的衫来代替忧愁的心。但是伫即个中间所需要的是甚物？是上帝的神临到伫以赛亚去宣布即种的好消息。人无法度超越上帝，人无法度用道德来代替上帝，甚至是用独裁的方式来控制人的想法甲思想，来代替人所要行的路。有时咱会感觉真奇怪，上帝啊，你敢无看到无公义的事伫地面上发生？你敢毋是应允迄个拯救人的反悔，要成做人重新开始的一个基础吗？若是安尼，你看到遮个无公义，你敢无为着遐个俗世需要的、欠缺的、哀伤的、心内艰苦的，替因来出声吗？你敢无伫迄个中间有缘坐悬最大，是安那互即个人来赢过神桥的关道？
我想有真侪时，咱无法度伫迄个中间提供一个答案，因为真侪时，咱必须伫迄个中间来承认，所有一切好的、歹的，拢伫上帝的掌管以及上帝的业力之下。包括咱伫之前所查考启示录的中间，咱中间一直有人伫遐有一个真特别，我想嘛毋是特别，真侪人拢有即种的想法。是安那上帝已经将撒旦掠起来，关1000年，就甲伊消灭就好啊。是安那要伫1000年后，搁甲伊放出来？真侪事咱无法度理解，但是咱会当知影的只有一项，就是所有一切拢伫上帝的掌管甲业力。过去的失败是上帝救赎的开始。真侪时，人的骄傲，就是因为建筑伫人的成功。人愈成功，人愈骄傲。只有经历着失败，才会当重新看见上帝，特别是上帝的拯救。所以上帝透过以赛亚讲，要用华冠代替灰尘，喜乐代替忧伤，颂赞代替哀歌。我想人伫迄个中间咧欢喜，有时不只是要嫁做囝，有时啊光叫的嘛真欢喜。光叫的咧欢喜啥？光叫的咧替人欢喜。我想有真侪时，毋是因为家己好，所以咱伫迄个中间感觉着满足。有时因为看到咱的兄弟姊妹，看见着咱的朋友，看见着咱心爱的人，伫迄个中间有真济真大的欢喜，所以咱甲伊做伙欢喜。我想这是真特别的经验。有时啊，光叫的比坐叫的搁较欢喜。亲爱的兄姐，今仔日你是坐叫的人，还是光叫的人？今仔日你是用什么款的态度来看待你的人生？假使你的人生是一个真圆满、真成功的人生，有可能你无需要上帝。但是今仔日真正会当得到上帝恩典甲祝福的人，是迄款心内艰苦，总是期待上帝拯救的。因为当上帝应允行伫咱的中间的时，咱才通享受永远的喜乐、永远的平安以及永远的欢喜。愿上帝恩典重新透过主耶稣基督降临，伫大降节中间的期待，也临到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互咱谦卑伫上帝的下底，互咱用光叫的欢喜来代替坐叫的快乐，互咱伫迄个中间重新来领受上帝的应允，然后伫你我的生命顶悬来享受永远的喜乐。咱三个来欢喜。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阮要伫大降节的中间，搁一摆谦卑阮家己伫你的面前。阮要对你来讲，求你互阮学习谦卑，互阮看无家己，互阮伫阮所行的日子的中间，阮毋是坐伫桥顶的人，总是阮是愿意伫下底，通因为阮的服侍、阮的光叫，以及伫阮伫你的面前所摆列的一切，互阮得到欢喜甲快乐。主啊，恳求你透过阮伫即个中间，期待主耶稣你降临的期待，互阮重新来看阮人生所要跑走的方向。阮要安怎掠着主你伫阮生命中间，成做一个重要的地位？阮要安怎用对主你的听来听阮四周围的人，互阮伫生活顶悬重新得到你的恩典甲赏赐。
主，互阮伫年底要到，也准备要迎接明年2020年的中间。主，互阮定心，心头有定，定调阮所要跑走的方向。主，互阮每一时每一刻为主你所用。愿你的心临到伫阮众人的心上，愿你的感动，互阮来晓悟你对阮的启示。愿阮伫你面前摆列，诚做你对阮的欢喜。愿安尼祈祷，感恩、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